喺中世紀一個嚴苛嘅國度入邊，有條古老嘅法律，所有被判死刑嘅囚犯喺執行之前都有一次選擇嘅機會。有一日，一個叫亞力嘅年輕囚犯俾人帶到國王面前，佢犯咗偷竊罪，原本唔至於要死，但係呢個冷酷國王統治之下，佢都俾判咗死刑。國王坐喺高高嘅寶座上，面無表情咁指住大殿盡頭嗰扇巨大又漆黑嘅鋼鐵門，後生仔，你有兩個選擇，一係接受已知嘅處決方式斬頭，一係行入嗰扇門。你喺邊一個？大殿入邊死寂一片，所有人都知嗰扇門後邊就係國王最黑暗嘅秘密，入邊充滿咗對冒犯者嘅恐怖酷刑。亞力震嚇，雖然斬頭好痛苦，但起碼一瞬間就完，係冇可以預計到嘅結局。而嗰扇漆黑嘅門就好似一張吞噬晒一切嘅大口，門後面係無盡嘅黑暗，同埋你哋都睇唔到嘅折磨。喺低住頭，腦入邊全部都係關於嗰扇門嘅恐怖傳說。我哋斬頭。亞力用沙啞嘅聲音講咗出嚟呢個已知嘅答案。行刑官帶住攞走，準備執行死刑。就喺刀手舉起板斧嘅最後一刻，亞力因為人類最後嘅好奇心，轉頭向國王懇求：陛下，我已經接受處決，但係冇死之前，我懇請你滿足我最後一個願望。嗰扇門後面究竟係咩嚟㗎？係飢餓咁猛嘅，定係更加殘酷嘅刑具？國王嘆咗口氣，嗰聲嘆息入邊嘅勝利者，佢譏諷，反而充滿住深深嘅無奈同埋悲憫。喺親自落咗寶座，行到嗰扇令無數囚犯都驚到腳軟嘅鋼鐵大門前，喺眾目睽睽之下，國王慢慢咁沉重咁推開咗道門。一瞬間，溫暖嘅陽光、泥土嘅芬芳、雀仔嘅啼鳴湧入咗陰森森嘅大殿。門後面竟然係一片綠油油、通往自由嘅森林。國王轉身望住震驚到呆嘅亞力，仲有大殿入邊所有目定口呆嘅官員同埋行刑人。國王平靜嚟講：呢扇門一直都開住，從來冇鎖過。我每年都俾囚犯一個選擇嘅機會，但係幾十年嚟，大部分人寧願佢已知嘅痛苦被斬頭，都唔敢行向未知嘅恐懼。自由其實佢哋都係俾自己想象出嚟嘅怪嘅嚇親嘅。亞力望住嗰扇門，開住咗門，望住嗰片觸手可及嘅森林，眼淚同悔恨交織埋一齊。佢最大嘅懲罰唔係死亡，而係親手放棄咗本來屬於佢嘅自由。我哋成日俾現狀困住，唔係因為佢出口，而係因為我哋對未知嘅恐懼遠遠大過對現狀痛苦嘅厭倦。生活入邊嘅未知之門到處都係，嗰扇門可能係辭咗份穩定但悶嘅工，去追尋真正嘅夢想。嗰扇門可能係結束一段有毒嘅關係，冒險去揾真愛。嗰扇門可能係承認自己脆弱，去面對內心深處嘅恐懼。勇氣唔係咁驚，而係帶住驚都照樣行過去。未知之門，真正嘅自由好多時就藏咗你最唔敢踏入嘅地方。你以為自己係乜嘢安全，其實只係自己困住自己。